又嚟到最新一集嘅 Take a Five 啊，又係我你哋嘅節目主持人李強。咁呢幾集發現咧，其實觀眾對於香港劇場人啊，對於其他地方嘅劇場點樣發展，其實都係好有興趣嘅。咁而的而且確啊，劇場比起其他全球化嘅媒體更加在地化嘅。咁佢未必成日都會考慮到海外市場，反而好着重一個地方嘅歷史本身、社區同埋文化。咁畢竟你睇嘅觀眾都好多時係同一個城市嘅人嘛。而呢幾集啦，我哋會繼續關注香港以外嘅一啲劇場地方，睇下帶大家飛遠啲，睇遠啲。咁今集呢，我哋係飛到去台灣嘅。今日請個朋友呢，係我之前喺台灣遇到嘅香港人，另一位。咁啊，事實上今日請到呢個朋友呢，係我之前喺台灣遇到嘅另一位香港人。咁事實上我哋係同一年喺演藝學院畢業嘅。同一年2018。OK， 但係從來都冇認識過，反而係去到異地，我哋先有緣分見到面啦。咁大家都知啊，俾我李強訪問親嘅人咧，都唔係一般嘅張三李四啦。我訪問得嘅，我都覺得佢個人好特別嘅。咁啊，觀點啦或者佢經驗好有趣，我先會邀請佢上嚟參加訪問。咁啊，我覺得呢位朋友有趣嘅地方係在於咧，佢係橫跨台港之外咧，佢係由一位舞者轉變成一位獨立製作人。聯同佢嘅朋友伙伴去營運一個台灣團體叫做表演浴場，陣間你都可以簡介下嘅一個喺台灣打拼咗已經好多年。咁啊，今日佢好好彩，我係趁住佢翻嚟香港做嘢，咁我把握住呢個機會夾佢上嚟我呢度做訪問嘅。咁啊，聽下佢係點樣從幕前走到幕後，甚至成為咗製作人。咁佢嘅心路歷程係點呢？而亦都會想知道一下佢眼中香港同台灣嘅劇場有乜嘢相似嘅地方，有咩唔同嘅地方，兩地之間嘅民間合作同埋交流，仲有啲咩可能性嘅？咁，Hello Vivian， 李子慧小姐。Hello 李強，好耐冇聽過人哋嗌我中文廣東話全名。李子慧係嘛？冇讀錯嘛？因為我哋以前跳舞嘅時候，如果老師叫全名係要俾人鬧嘅 moment。李子慧，為之苦區一陣。OK， 係 OK， 同大家打個招呼。多謝李強請我上嚟錄呢次音。我以前喺 AP 畢業。喺香港學跳舞學咗20幾年，然之後轉咗做所謂嘅 art administrators， 然之後一路就變成做製作、做演出、管場地、做藝術節等等。咁但係呢大段嘅所謂嘅藝術管理工作就發生喺台灣，所以我算係前20年嘅人生發生喺香港。咁探討下你嘅前20年先啦，都唔短啦，20年。你係跳邊一種舞蹈啊？我其實由細到大跳芭蕾舞，所以就係嗰種好典型喺社區中心學起，3歲4歲你會開始着住條粉紅色裙仔，然之後行入去，有個老師咁啱又喺 APA 畢業，然之後就一級一級帶你考上去嘅嗰一種芭蕾舞。所以係心無旁騖嘅，好早就決定咗要繼續讀上去，繼續要成為一個舞者，由細到大。其實唔係，我細個嗰陣時，我有問過我媽，到底係我話想學跳舞，定係佢捉我學跳舞？我已經唔記得呢件事，但係因為我細個嗰陣時，我家姐喺黃仁曼學，黃仁曼係香港一間比較大嘅芭蕾舞嘅學校。Okay. 跟住總之我見到我家姐有學，我就同我媽講我都要學。我都想學，我都想學。但係其實我根本唔知發生咩事，我應該係貪條裙嚟。咁都 make sense， 因為好刻苦嘅學芭蕾舞。係㗎，同埋嗰陣時我記得係你正常讀中學小學㗎嘛，我差唔多一個禮拜仲要 spend 5日，一放咗學係要由可能7點鐘練到10點鐘咯。3個鐘。3個鐘。唔係課外活動嚟㗎咯喎。其實真係已經唔係課外活動嚟，而且因為我有少少有趣係我嗰班同學最後當我哋去到年紀大少少，可能10零歲嘅時候變成 one on one，我老師係一個盯住我3個鐘，所以嗰3個鐘係一種折磨。對你嚟講，跳芭蕾係代表咩嘅嗰陣時？我覺得嗰陣時係我好享受，因為我咁啱 one on one， 我會好享受嗰種我自己同自己身體相處嘅時間。所以因為芭蕾舞有一件事情係，如果有學過嘅朋友會知道佢嘅重複性好高。我唔係一個手腳協調嘅人。所以當時對我嚟講，佢不斷嘅重複會令到我可以今日同琴日比，琴日同聽日比，我可以喺裏面去諗更加多我自己同我身體嘅關係。哇！咁真係唔同舞格唔同，我係完全唔得，我聽到都已經覺得辛苦啦。
其實係辛苦嘅，但係所以去到大啲其實真係因緣際會。我原本完全冇諗過我要做舞者，我甚至已經係跌埋心水要去考大學，亦都叫做考到 offer。考到咩？考到咩？中大哦中大嘅文化研究，因為我讀文科歷史、Chinese literature、English literature。 OK OK，哇嗯文哦好文人喎你都，超級文人。同埋中大文化研究聽到都好有幾有前景啊！前景我唔知，畢竟我冇讀落去啊，no guarantee。但係的確嗰陣時考到係純粹地去到中學嘅時候，因為我亦都唔覺得我跳得好，因為我 one on one 我根本就冇比較，我亦都好少可出去比賽。你就係一個社區中心有咁啱遇正個 APA 嘅老師帶住嘅一個小朋友，跟住係去到中學嘅時候，有一日我班主任走嚟同我講話，而家開咗一個課程叫做應用學習課程。And then 嗰陣時我中學完全冇人報呢件事，and then 只係我呢個老師佢咁啱知道啊，你由細到大學跳舞，你已經考到所謂英國皇家嘅最後嗰一級嘞噃。咁你要唔要去玩呢個課程？And then 我又唔知點解我嗰陣時又突然間會覺得啊，試下咯，唔知啊，跟住就自己第一個作為嗰間中學嘅第一個報名學生去報 APL，and then 又真係考得入喎。考得入之後，咁又一路上去嘅時候，真係識 APA 嘅老師啦。老師就問你，你又真係好似 OK 喎，你要唔要考演藝啊？跟住我就走咗去演藝，我就放棄咗中大。最後考完 DSE 之後，我就放棄咗中大，揀咗演藝。呢個都係一個大嘅 decision 喎，呢個都唔簡單喎。但係你本身嗱啱你咁聽咧，未好聽到你嘅熱情所在，因為你成日話人哋嗌我啊，但係。Really 係咪真係㗎？或者係你 that's why 我問你課芭蕾嗰個問題咯。你為咗跳芭蕾 so call 最後放棄咗個中大嘅 offer。我諗你睇你個樣，你成績應該唔差嘅人嚟嘅。你係 DSE 係嘛？DSE 幾多分？講講啦。27。喂，27喎，27你走去跳舞唔係嗱，跳舞唔係次選，但係27，然後都幾有 option 地而行咗去。但係我覺得。嗰個時間嘅我未係咁成熟地知道呢個選擇係一個人生好大嘅 decision。我覺得嗰種我對於表演嘅理解有少少誤解嘅，所以我覺得呢個同我後面揀另外一條路有關係。但係我的而且確先答你前一個問題，對於芭蕾舞嘅熱情，我後面發現有落差。我可能係享受喺 studio 裏面。自己面對自己身體，或者我利用我嘅身體去創作，然之後我嗰陣時有同老師學少少 choreography 嘅事情，然後用呢件事情去表達自己，又好似只有我做得到嘅時候，對於一個仲細嘅小朋友嚟講，呢件事情係 passionate 嘅，我係中意呢件事情，我確定嘅。所以嗰陣時淨係好單純地會去覺得啊，我揀讀歷史、讀文化研究 ，anytime I can go back。但係冇道理行唔翻轉頭，因為身體過咗就係過咗。咁呢一點你都冇錯啊，呢個仲係嘅。但係我當時最發現我遺留最計算嘅一件事情就係，當你選擇做一個職業嘅表演者，你嘅熱情唔係淨係對單一舞種或者單一嘅身體表達咁簡單，佢仲有好多嘅考慮，佢仲有好多可能你喺呢個職業嘅路上，你要做更加多嘅事係。未必係你中意嘅，and then 甚至我後面有發現，我其實唔享受俾人睇表演嘅呢件事情，因為我只係享受我自己同自己溝通啊嘛，我冇 concern 過人哋要嚟睇我呢個溝通嘅事，呢個表達嘅時候。你 enjoy 嘛？I'm not。唔 enjoy。所以我喺演藝嘅時候，其實讀得有少少辛苦。嗰個辛苦係我發現我好驚上台。OK，作為一個表演者好驚上台，唔享受上台或者係叫做享受我覺得哇 too much pressure。因為當時我 one on one 嘅狀況下，我冇得同其他人比較。但係當我突然間入咗 APA，我有同學啦，我有對手開始要比較，或者開始你自己眼睛亦都開始長出比較嘅時候，你發現哇，職業嘅世界係咁樣嘅時候，哇！I can't deal with that pressure。我覺得我所有對於身體嘅理解同認識同我自己相處嘅嗰種喜愛，完全冇辦法抵消我上台嘅壓力。
然後你都係支撐到4年，去直到畢業。我其實覺得我嘅內心冇支撐，我有畢業嘅，但係其實我去到第2年，我已經有一個非常大嘅情緒狀態，以至於其實我 in a way 必須要轉變我看待呢件事情嘅處理方式同態度，所以先至會產生其實我喺學校嘅時候做咗一件事情，係同我嘅老師主修老師 proposal，我要做 independent studies 去 study 藝術行政。我唔再以表演者作為我未來嘅出路去做思考，我先至可以脱歐出嚟呢件事情。但係我即使到呢一刻，我都會覺得我 grateful 有學舞蹈呢件事，我 grateful 亦都 admire 舞蹈呢件事。但係 I will know I'm not a performer。咁你仲會跳舞㗎？honest 我畢咗業之後就冇跳，但係因為我畢業之前我有好幾層嘅狀態令到我冇辦法繼續跳嘅，咁包括有啲真係身體 physical 嘅狀況啦。但係我畢業嗰日我就同自己講，最後一堂 point shoes， 最後一堂硬鞋嘅時候，我就同自己講 This is the last day I do this and I'm happy enough。我足夠嘅快樂，我足夠嘅滿足，我喺呢件事情上面花咗20年嘅時間 and I got enough。嗰堂就係你同我真係奉上，我真心奉上。嗰堂就係你同佢嘅 farewell 啦，你同 Ballet 嘅自己。都拎得起放得低啊！同埋話就話離開咗中大藝術行政啊，本身係個科叫咩？公共行政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然後去翻 APA Year 2就已經開始 independent study of Year 2 propose 差唔多。yes。OK，咁學校都allow 你啦，直到你 sustain 到你畢業啦。咁你嗰3年裏邊，除咗跳舞之外，你喺你自己呢個 individual study 裏邊，你看見什麼呢？我其實嗰陣時係好呢個 independent studies 嘅事情，就係我喺我嘅 curriculum 裏面，我自己落去演藝嘅圖書館揾一件事，就係因為我有一個起心動念，係我發現成個演藝學院不斷咁訓練表演者出嚟呢個所謂嘅市場，呢個就業市場裏面，但係其實冇人話俾表演者聽點解會有一台戲嘅發生。喂，呢個 point 好好喎，即係好似大家就會話俾你 audition 咯，然後你去跳咯，你 audition 然後你去 Disney 咯，但係好似冇人話俾我聽點解呢個世界會出現 production 呢件事情。And then 我開始問我老師呢個問題，我發現其實我老師亦都冇辦法回答喎。我嗰陣時可能多謝上天令到我稍為讀得到書，咪落去圖書館揾咯。因為跳唔到啊嘛，因為我已經後期係跳唔到身心狀態跳唔到我老師唔俾我上堂，我淨係可以 sit 堂。咁我 sit 堂冇嘢做噶嘛，咁你每一日好痛苦噶嘛，你翻學9個鐘，然之後望住人哋跳，咁點呢？咁你咪唯有去睇書咯。睇書嘅時候你就接觸到外國有一個名詞叫做 art administrators， 佢哋幫忙策劃所有用文化事業相關嘅一切後端嘅事情。因為有呢一班人嘅存在，呢個世界先至會出現 production， 先至會出現表演者嘅生存嘅呢件事情。所以就有少少膽粗粗就同老師講，我可唔可以做呢件事？咁啱嗰陣時，我嘅老師去其實喺外面有其他嘅工作，咁佢有 link 卡到當時仲係工地嘅西九做自由舞。OK。但係嗰陣時真係好初期，跟住同埋演藝學院一直都有young program 噶嘛，即係一啲好似俾中學生參與，好似 Excel 啊之類嘅 program。And then 老師就問佢，咁啱又係外展主任，演藝嘅外展主任，舞蹈嗰一邊嘅。咁佢就同我講話，你會唔會想試下嚟做呢啲咁樣嘅課程管理啊、行政學下咁樣？既然你講 admin，因為呢個係佢想像到對於 admin 最大嘅一個理解。咁我唔知啊，試咗先啦。咁做落就反而會覺得this is something。我反而更能夠處理，我處理得甚至比我老師更加快嘅一件事。你嘅 talent， 你發現到你另一項 talent。我老師甚至我畢業嘅時候，佢好認真同我講，我從來都冇諗過上堂 handicap 嘅你喺呢件事情上面會
諗事情非常嘅完整，甚至反應非常嘅快。因為當時我覺得我老師對我某一種係佢唔知點處理我。你一個舞蹈學生入嚟跳唔到舞，咁我可以點幫你？我覺得我老師好 frustrate 其實，所以當我諗到呢條路嘅時候，我老師就抱持一個你想做咪試下咯，反正我都冇辦法拒絕你啲乜㗎啦，係咪先？咁我就成為咗演藝學院。我 Year 3 4嘅時候，我基本上就係星期一至五我係坐喺度 sit 堂，然之後星期六我就會返學校，有少少似冇 pay 嘅 part time 嘅狀態實習啦，你可以咁諗，幫學校 run young program。果然係咯，果然我訪問親嘅嘉賓都係有啲特別啊，真係奇怪。我冇諗過 dance school 首先會有呢個咁嘅 offer，咁一個咁樣嘅。通常我以為跳唔到弱肉強食，太弱流強就係 kick 佢 out，kick out。但係你仲佢俾你有一個 independent study， 跟住有一個好嘅老師，即係佢盡佢所能地好啦，已經用佢嘅方法可以 offer 你想希望你擁有到嘅機會或者實習諸如此類練習，而又真係俾你開咗一條血路出嚟喎咁樣。咁喺嗱，放我問啲即管問啲 naive 少少問，即係我幕前咧，我仲可以表演，仲可以咩？嗰種可能因為中意俾人望，中意俾人睇，呢個係我哋決定性嘅不同先。跟住，所以會有種我由做幕前去到做幕後咧，做少少都得嘅，但係要做多咧，就會開始覺得首先自己處理得唔好啦，又自己覺得冇被看見啦，跟住又覺得呢啲嘢係其實係對個 production 嚟講個重要性，可能真係甚至可以有陣時可以話比幕前更甚添嘅。但係好多時又會淨係匿喺幕後啊！你自己喺做 art admin 上嘅滿足感係來自啲咩？你作為一個幕前退居幕後再搞製作嘅一個人，覺得呢個好似同我自己嘅 personality 有關係。即係因為亦都有人問過同一個問題，你望住人哋企喺 spotlight 之下，你唔會覺得你永遠都企唔到去嗰個位置？小心手踭，手踭可能冇挨到張台。OK， 會係因為我覺得我依然有我嘅成就感係。我好清楚底層邏輯係，如果今日冇 art administrators 創造演出嘅機會，其實唔會有人接觸到藝術呢件事，亦都唔會有人可以靠藝術食飯。所以我反而會覺得呢件事情嘅成就感係我好明白，只有我哋學過表演藝術嘅人，我哋先至可以知道藝術家諗緊啲乜，然之後去 transfer 呢件事出去，同更多其實未知道表演藝術係乜嘢嘅人去溝通呢件事。我覺得你睇得好，都可以解話，即係行政有好多範噶嘛，或者係行業都行政都唔可以缺乏。我入咗行先知道嗰個範唔係一兩楷咁解。咁藝術行政其實係獨特在啲咩咧？點解你特登讀一科叫藝術行政？咁我讀一科行政咪得咯？但係行政有分公共行政啊，我相信 business 都有各科各門各派啦。咁藝術行政喺眾芸芸嘅行政裏邊，咁佢有咩佢嘅 specialty 咧？我覺得兩個好難搞嘅點，第一係表演藝術係一門，你去到最後入劇場嗰一刻，你先至知道你提供俾消費者嘅呢一個服務或者呢個產品係乜嘢嘅一門工作，同埋佢過程裡面嘅所有嘅事情，同每一個行入嚟一齊工作嘅人都相關，所以等於佢不可複製。同時我冇一條 formula 去計算出我今日將呢幾個人放埋一齊，我就一定會產生出一台好戲，然之後可以賣飛，可以養得起自己。佢完全唔係呢個計算方式。所以點解會有藝術行政？就係第一，你要先能夠從藝術家仲可能思考緊到底台戲要點樣做嘅時候，你已經可以幫佢更加快速地定位整理佢應該點樣話俾佢嘅觀眾聽，話俾佢嘅 sponsor 聽 What is this？以至於佢哋可以俾錢，令到大家可以進入生產期呢件事情。因為冇錢你就冇辦法排戲做戲，你冇辦法排戲做戲就唔會走到賣戲。但係大家嘅收入又傳到壓喺賣戲嗰一 part 嘅時候，咁就從開始已經終結呢個故事。所以呢個係我覺得有好多
我其實後面我遇到好多朋友做藝術行政，佢哋嘅起點可能係一般嘅 accountant，一般嘅可能佢做過其他慈善事業，佢對藝術有興趣，佢再入行，但係佢哋會有一個好 frustrate 嘅時間，就係我唔明，我聽唔明藝術家講乜，我聽唔明佢同我講話，我唔想講得咁具體係咩意思？係咯，點解唔可以講得咁具體啲啊？即係，我覺得嗰個具體係我哋習慣咗藝術嘅表達係留白嘅，係俾人自己代入自己，我哋會 keep 少少所謂想像嘅空間。但係對於銷售、對於前端嘅行政嚟講，你呢啲嘅空間越大，佢哋越唔知道點樣幫到你去表達呢件事情或者轉化呢件事情。因為即係好似我今日去買一個電子產品，你一定會問啊，有咩有咩 service 佢可以做到乜嘢功能，佢對我嘅生活有啲咩影響，係咪？咁你先至會願意付出呢個金錢去買呢件事，係咪？咁但係我問你啊，你點樣講？今日睇完呢台戲之後，你會點啊？你會有啲咩收穫？我 Q 咗3個鐘我買 live 啊，咁又可能瞓咗覺幾好嘅咁樣咯。咁呢個同翻去睇 YouTube 嘅差別差幾遠？所以就會變成我冇辦法喺後端令到產生消費嘅時候，我會呢個藝術行政會好慘，佢會同時受兩邊夾擊，佢會好 defeated，佢揾唔到消費者，佢溝通唔到佢要入嚟嘅人。同時藝術家會。你好似搞唔掂我，你好似唔明白我哋會吸收好多藝術家俾嘅負面情緒。我哋台灣有個術語叫情緒勞動，其實藝術行政係一個好大情緒勞動嘅工作，即係其實我哋 at the same time 照顧緊藝術家被理解嘅需求，藝術家亦都有被理解嘅需求。同時我哋嘅客人亦都有，咁兩邊棘住嘅時候，受力嗰個會係藝術行政。呢個係藝術行政同一般行政最大嘅其中一個差異。另外係因為呢一行嘅成本、人事成本真係冇辦法承受得太高。你諗下一個劇團養得起幾多個真係 full time in house 嘅行政呢？一個兩個，但係我 run 緊嘅 project， 我面對緊嘅人真係上千㗎。每一個人需要問我嘅事情同細節都唔一樣嘅時候，可能你喺大嘅企業裏面會係有一個團隊10幾20個人一齊去處理呢啲事情，但係喺劇團裏面一個人要處理咁多嘅事情，所以呢個係點解會拆出嚟一個藝術行政？因為我同時要識法律，我要識會計，我要識所有創作相關嘅事情，點樣揾到技術團隊，然之後技術團隊同設計團隊之間嘅溝通，有時我仲要幫一幫我嘅藝術家，然之後我嘅演員管理、後台管理、場地點樣 book， 所有同政府之間申請補助嘅事情，點樣攞去 sponsorship， 點樣處理現金流、財務管理，全部你都可以講係藝術行政嘅工作。咁你會建議乜嘢人可能可以試下從事呢？你講都好打得啦，首先。嘅嗰種感有咧？我喺我捱完呢，因為我入行藝術行政呢行9年之後，我有時都會帶相對年輕少少嘅弟弟妹妹嘅時候，我會話：第一係你要諗清楚你嘅工作嘅定位係你想幫人，但係同時點樣保護自己。你點樣認知你做緊嘅呢件事情係一個專業先？呢個我覺得會係第一個你最保護自己嘅第一條線。因為我以前喺學校嘅時候，唔理喺香港定係台灣，我都仲係會聽到有藝術家俾我一個 comment 叫做：點解 admin 要同我要咁多嘢？你哋唔係嚟打下手打雜嘅啫咩？我依然會聽到呢個 talk，即係覺得你哋做行政嘅人就係嚟輔導我，就係嚟照顧我㗎啦。因為我做唔嚟嘅嘢，我先至會掉俾你，好似你係我 assistant 咁。但係其實佢哋好多時會忽略藝術行政處理緊嘅事情，每一樣其實都係有專業性。因為即使我話俾你服裝點樣管理，都係有一個專業性存在。當然你有 budget 啲，你可以去揾一個服管入嚟處理啦。但係當你冇 budget 嘅時候，所有嘅事情就會係admin幫你處理咯。又或者你今日呢台戲，你要對準邊一個觀眾群，你要點樣同呢個觀眾群溝通？呢個全部都係 promotion 又會壓埋落嚟。
藝術行政裏面。我諗嗰個藝術家，我唔知啦，我尚算善良啲諗佢啦。佢當然佢覺得藝術行政等於打雜呢個，首先就 DQ 咗佢嘅諗法先。但我相信都會就好似啲外邊嘅觀眾唔明啲藝術家諗緊咩講緊咩一樣。可能以藝術家佢思考藝術、思考形而上、思考幕前嘅角度，佢都唔明其實背後嘅所有佢唔想處理嘅雜項係有幾需要專業性，同埋嗰啲所謂嘅雜項嘅重要性喺邊度。我都會想咁我就會代呢啲藝術家，包括我自己去問啦，就係喺背後處理緊呢啲需要咁多要一打十打咁多個崗位嘅情況底下，係乜嘢支撐緊？其實乜嘢支撐緊呢班藝術行政嘅朋友去叫做 support 住呢件事？又或者可能唔係 support 呢個字，佢會唔會係學你話齋呢台戲點解之所以成立，唔係因為個藝術家靈機一觸咯，而係因為喺我哋呢個 modern society 已經有 art admin 係開始策劃設計呢件事，再邀請 artist 嚟，然後件事先生成。咁呢個策劃嘅人，佢本身我唔知係咪叫 producer 或者咩咧，佢本身已經佢 ideas 靈機一觸嘅時候係 from 佢個大腦，唔係 from 某邊一個 so-called 藝術家製作嘅一刻創作已經發生。其實藝術行政嘅職涯都有 progress 嘅。其實我覺得當我行呢行行得開始，我而家算去到中階啦，我唔敢話我去到最高階，但係開始接觸嘅事情多之後，我會覺得其實 art admin 都係一個 creator。所謂嘅 art admin 或者你叫藝術管理人、藝術經理人、製作人 whatever 策展人，你點樣叫我哋都好啦。對我嚟講，其實佢係有創意嘅成分。佢發現呢個藝術家溝通緊嘅事情可以同邊啲人溝通，產生點樣嘅社會影響力。佢知道呢個社會需要聽啲乜，然之後佢透過可以創作內容嘅呢一個 artist 去講佢想話俾呢個世界聽嘅事情。其實呢個係支撐藝術行政不斷咁去做策劃工作嘅底層。係咁喺呢個底層裏面有啲成就感，當然會嚟自。我覺得每一個製作人都會有唔同嘅定義。有啲製作人會需要追求我希望我有收集到幾個我好 admire 嘅藝術家，我經手過去嘅 production。One of them，and then 會有人會覺得我曾經策劃過幾大規模嘅藝術節作為一個標準，我入過邊個場館，我嘅製作入過邊個大嘅世界知名嘅場館藝術節，可能係一個 billboard。又或者我覺得對我嚟講，我會覺得係因為我自己定義我做獨立藝術人嘅製作人嘅時候，我照顧嘅藝術家比較多係獨立製作，獨立製作，我會要求佢哋嘅作品係同觀眾之間有溝通，我會希望我見到觀眾嘅 feedback 翻嚟係佢哋有嘢帶得走。嗰個帶走唔係單純地我好中意呢個藝術家，而係佢哋可能對之後佢哋生活緊嘅世界有另外一種切入，另外一種觀點去思考點樣面對呢個地獄般嘅人生副本。呢件事情會 always charge me up。然之後我可以繼續面對我今晚又要翻去揸一個通宵寫 proposal 計數嘅事情。有冇一個你深刻嘅合作嘅例子啊？同某一個 artist 或者某一次你策展嘅 production。邊種深刻先？就講啱啱咯，就講啱啱呢種 like up your life 可以俾到 guest 你繼續 run 落去嘅。其實藝術創作好似喺台灣裏面嘅藝術創作有好多種，我唔確定而家香港有冇，我覺得應該都會有，只係我工作範圍比較多喺台灣。我哋曾經做過一啲類似藝術同公共藝術同社區嘅基金會合作嘅事情。咁會係以藝術家能夠產生嘅內容去做主導，嘥可能半年、一年嘅時間入社區，透過基金會嘅社區認識唔同嘅特殊群組，譬如老人家、失智老人，然之後殘障或者是視障 whatever 特殊群體，佢哋嘅生活、佢哋嘅形態，佢哋喺嗰個社區裏面嘅生活形態，and then 透過佢哋嘅故事 collect 咗 elements 之後，變成一個喺社區裏面遊走嘅故事。架空嘅。但係講緊嘅可能失智者同照顧者之間嘅關係，然之後以前因為嗰陣時我嗰個地方喺台灣叫眷村，即係日治嘅時候嘅一個軍民混居嘅地方，咁裡面可能有啲因為戰爭流離失所嘅故事家庭故事藝術家用佢嘅方法轉變咗之後，再帶社區嘅居民重新去認識呢個社區之餘，
產生更加多嘅對話，因為同香港一樣，台灣都有一個狀態係大家 shut down the door，其實即使你住隔離嗰戶，你都未必會識。但嗰個計劃透過好多嘅，譬如我請藝術家去以物換物啊，交換故事啊，請佢哋行上嚟一邊飲咖啡，我同你按摩啊等等嘅好 tip to local 嘅方法，去打開咗大家嘅感官同埋凝聚力之後，成個社區你會感覺你行喺條街度，大家會開始打招呼，大家會開始問我有冇事情可以參與，可唔可以一齊幫忙去令到呢個故事有更加多嘅人認識，有更加多嘅人聽到原來呢個世界有一班咁樣嘅人喺呢個地方活着。嗰件事情對我嚟講係，即使嗰半年，哇！我帶住嗰個團隊，基本上我都唔知我一個禮拜有冇瞓超過30個鐘，可能真係冇，可能20都未必有。但係咁樣捱咗8個月之後，但係嗰件事情做完之後，無論喺社區藝術家自己嘅創作以後，佢哋都明白藝術嘅社會價值係咩，唔係淨係你想表達自己，而係你點樣同人溝通，溝通係雙向。同埋再嚟係我好開心係有一啲外邊嘅基金會睇到呢件事情，藝術嘅價值原來可以驅動，可以幫助我哋講嘅呢啲事情變得更真實嘅時候，我就會想繼續做落去。個 project 叫咩？佢叫芒果。我哋因為嗰間屋，我哋有一間 base，嗰個 base 係一個 co-working space 嘅咖啡廳，然之後我哋叫做 Mango Commons 芒果共域計劃。共域係攞咗一個策展嘅概念，但係其實講緊係一個 co-community，and then 帶咗一班有 drama、有數位藝術、有舞蹈藝術家一齊入去一個 co-working space 裏面，沿住嗰個地方嘅社區嚟發展。佢其實係台灣政府發起嘅其中一個公共藝術計劃，然之後邀請藝術家 proposal 之後再延伸出嚟嘅好多嘅事情。interesting，同埋係的而且確講，我都唔係第一次聽嘅關於藝術點樣活化個社區，或者叫做將藝文嘅氣息去令某個社區連結起嚟。但係呢個通常係某啲商業基金會啊，或者係策略性地嘗試引入 artist。我唔記得係咪外國嘅例子，定係有一個 term 喺社會學上會咁樣形容嘅，就係請啲artist 嚟住先，因為嗰個地區好荒廢，跟住啲 artist 又冇錢，咁啊俾個 residence 入嚟，然之後透過佢哋慢慢會開始帶動呢方將藝文嘅氣息帶入嚟之後咧，然後改善嗰個地方個形象本身，再吸引唔同嘅連鎖店又好、投資商又好，可能會進駐嗰度，慢慢將嗰度嘅經濟架去，都有某種類似啲藝術節嘅做法。瀨戶內海本身，我唔係話瀨戶內海就係呢種 thought 啦，但係瀨戶內海本身個藝術設計本身，我記得佢係有呢個 path，見到佢嗰幾個島係點樣慢慢由日本其中一個荒廢嘅，但係用藝術嘅力量將社區嘅焦點、大家嘅焦點擺翻喺一個冇人理嘅小島，即係透過藝術。我哋喺台灣有一個術語叫做社區創生，創係創作嘅創，生係生命嘅生。然之後其實某種狀態就係有一啲社區已經可能因為人口流失各種理由就係荒廢，一定會咁啊，因為城市本身會新陳代謝。咁喺呢個新陳代謝裏面，當你用藝術嘅力量，藝術家有好多時候佢哋可能需要空間，佢哋需要一個相對 empty 嘅節奏，令到佢哋可以將事情掉入去。咁嘅時候，好多時候無論係我哋所講嘅文教基金會，或者可能甚至政府，好似日本嘅話就會好多時候係政府 initiate， 台灣有時都係政府 initiate， 佢哋會開一啲計劃，邀請藝術家入到去啲地方，可能進駐啊，可能將佢哋自己嘅排練場放喺裏邊啊，然之後慢慢用 workshop， 用同社區連結嘅方式，重新令到嗰個地區得到照顧。其實有好多成功例子嘅，瀨戶海一個啦。其實近排見到香港好似係咪有一個離島嘅藝術節，鹽田展藝術節，其實對我嚟講係 same concept。我其實見到澳門都開始有做緊呢件事情，但係喺台灣同日本其實呢件事情做咗非常耐。佢哋的確因為日本同台灣都有面對一個狀態叫人口老化，香港都有，但係日本特別
嚴重。其實呢個概念喺日本先行嘅。嗯因為人口老化，咁為咗嗰個地方嘅商業又好，或者經濟可以人口或者大家再重新關注到呢個地方，唔好令到佢荒廢咗，開始就做呢件事情。好好，我覺得呢件事賦予咗藝術一個新嗯嘅形象或者係使命添。即係當然唔係話藝術就係要做呢樣，但係的而且確藝術你話藝術係咩咧？藝術都唔知係咩嚟㗎。總之係 something happen，而 happen 嘅嗰樣嘢，無論你係明或者唔明，你第一眼都係會望下佢先咯。而嗰個焦點、嗰個聚焦嘅呢一刻，我覺得就重要。聚焦嗰一刻，你開始留意到一個你唔留意嘅地方，唔留意嘅生活小片段，唔留意嘅回憶，唔留意嘅歷史，然後嗰種唔留意變成在意，跟住再講之後乜嘢政策配合或者投入乜嘢時間成本去再將嗰件事 build up 起嚟。我覺得你講到一個我頭先形容唔出嚟嘅 key point 叫做 something happen。因為我覺得無論藝術家淨係嚟參與嘅任何人，佢哋其實好多時候參與完呢啲所謂我會 recharge 嘅計劃之後，佢哋會俾我一個 comment 係：我喺呢條路，我喺呢個社區，我喺呢件事情上面其實重複咗100次、1000次，我住喺呢度，但係我從來冇用呢一個視覺、呢一個感官、呢個方法去觀察過呢件事情，然之後發現原來生活可以係另外一個樣。呢件事情無論對 artist、對單位、對任何一個人，我覺得都會係一個好大嘅 inspiration 同一個 driving 嘅事情。有時我哋由劇場裏面嘅 put a show on stage 嘅嗰種嘅藝術，去到講到有關於社區創新。如果你興趣認識鹽田梓，我都識個教授，我可以介紹你。今次你係香港呢個 training 然後講到藝術嘅應用咧喺社區上，或者乜嘢 recharge 咧，或者叫做，我都開始 get 多啲，因為我唔係一個藝術行政啦，所以我而家係需要做啲藝術需要嘅行政嘅嘢。我而家是一個需要係啦，即係冇錢請 professional 就只可以自己。我做埋佢啦。我識 Microsoft Word 打字㗎嘛都，咁識打字就得㗎啦。藝術行政啫嘛，好似做戲咁，做戲咪就係上台講嘢咯，跳舞咪就係喐共咯，就係咁啫嘛。即管我而家呢個層次啦，我嘅藝術行政。但係我明啊，即係接觸過啲好差嘅 production 之後，差嘅意思係在於佢喺由埋班揾 creative team 嘅時候就覺得。大家都好揾嗰幾個翻嚟都好有名，但係其實你唔知佢哋 combination 或者佢哋互相呢幾個藝術家而家 on progress 緊嘅係乜嘢，你就將佢哋用名氣串埋一齊，結果就做咗個4不像出嚟，要喺排練時間，要喺好多嘅時候做好多嘅復修啊，藝術復修計劃，我 so call 呢啲叫做調翻轉頭要幫件事係啊，嘥咗好多時間，影響咗最後嘅演出質素，所以我由嗰一次好深刻地都會理解到，係啊，藝術嘅發生唔係喺入排練室嘅嗰一刻，亦都唔係落劇本嗰刻，而係喺策展、監製、動念嘅嗰一刻，有陣時亦都會係發生係。或者舉個實例，所謂藝術行政嘅存在有幾咪冇人會發現，但係好深入，就係譬如我講個工作期，我開一個 project， 一個最簡單可能係 black box 裏面演出100人嘅基本 drama 好啦。我嘅工作期至少起計係8個月，最快8個月。呢8個月裏面，演員、導演真係入嚟嘅時間大概只有4個月 maximum。甚至 promotion 入嚟都可能只有5個月、6個月，但係 artist 或者 producer 呢一個 team 入嚟嘅時間起跳係8個月，因為喺點樣攞資金、點樣組呢個團隊、點樣由可能 idea 嗰邊可能藝術家先丟一個 idea，我想做呢台戲嘅第一句話開始，嗰杯咖啡開始。你就要開始做嘢，你開始計算呢個作品行唔行得開。如果呢個作品要繼續呼籲，我要揾邊啲可能邊啲老師嚟傾啊，邊啲演員嚟傾，邊個可以演呢個角色啊？然之後佢哋嘅片酬點樣計？我邊度攞到場地？邊度攞到錢嚟做呢件事？喺邊度排？新作定舊作，所有事情開始計到最後好，計演員入嚟啦，排完戲啦，演員啊，我當然我哋仲要埋數，然之後咧，好煩，我諗起都覺得煩。報告俾所有嘅可能俾過我哋錢嘅人啦，俾過我哋場地嘅人聽呢件事情係點樣 round up 噶啦。and then 仲要處理咩？呢個作品要唔要重演呢？淨係佢
光榮結束呢？淨係要繼續做落去呢？呢件事情至少8個月，但係喺呢8個月裏面有4個月，我嘅工作都會係將自己閂埋喺間屋度自己處理，因為唔見得團隊會有足夠嘅成本去 hire 一個 team 一齊去處理呢件事，所以呢個回到你頭先講話，Art admin另外一個一定要有嘅特質係忍受孤獨。你呢度聽得好好，你拉咗去由你嘅工作上講咗少少你嘅生活形態。你啱啱話你嘅 Art admin 之路係9年，咁你係直接去咗台灣9年，你一去到就做 Art admin 定點樣啊？我算係，因為我演藝學院畢業之後，我就順接我去台灣嘅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北藝大。我好少用廣東話讀呢個名，好驚讀錯。OK， 好，總之 TNUA 啦，我哋叫佢。誒，呢間學校裡面讀所謂嘅藝術行政與管理嘅碩士，其實我哋叫研究所，台灣叫研究所，但係其實係碩士學位，讀咗3年半。咁呢個期間裡面，其實我算係一邊 full time 讀書又一邊 full time 工作，所以其實我係 double demand 自己，因為我同時想移民啊，咁呢個係另外一個人生規劃嘅問題，所以我必須要確保我喺畢業之後，我已經可以順接到可以申請簽證嘅工作。哇！9年前就諗到，幾多遠見喎你？窮人的孩子早當家。OK， 反正過去嘅時候，我係順接2018年畢業啊嘛，我哋18年畢業之後，我係18年同年過咗暑假，我就即刻去台灣。哇！OK，我順接之後，我3年半就畢業。呢3年半裡面，其實我喺台灣接咗嗰次計，好似有接咗14定16個 project，drama、dance、theatre、physical theatre、音樂、藝術節、跨國案，乜嘢都接過。咁當然你唔會一開始就接製作人嘅，咁一定係由可能幫人做所謂台灣叫執行製作，或者真係好單純嘅藝術行政，做事務性嘅行政工作，一路去到製作規劃型嘅可能執行製作，去到製作人，去到策劃者，甚至因為我有喺一啲公司或者場館工作，咁可能仲會去到場館嘅經營，去到一啲所謂嘅孵育平台計劃嘅策劃同管理嘅事情上面，呢個就係行咗9年嘅路。隻身一人，隻身一人去台灣打拼。到而家都係。你享受呢種孤獨嘅，似乎你無論喺生活上或者係喺首先自己一個決定過嚟，本身呢個已經係一個孤獨得大膽嘅做法啦。我覺得亦都係可能相對輕鬆啲啦，自己一個人。另一個就係你嘅工作性質本身。可能有啲監製有啲 Art admin 可以成條 team 同佢一齊做嘢，但係你似乎你感興趣嘅，或者係你而家 work for 緊嘅 project 都係未有太多 budget， 或者係你自己工作模式上都比較中意。你係一個你 endorse 孤獨嘛？我覺得我係一個孤獨嘅人，但係嗰個孤獨係 in a way 我有時係 enjoy 嘅。嗰個 enjoy 係我享受我一個人可以將成件事嘅藍圖畫晒出嚟之後，然之後將唔同嘅事情做所謂嘅整合。我可以點樣將你同我講呢句説話，代表你對呢件事情有興趣。你同我講你需要呢件事情，代表呢個人嘅興趣可以好似 puzzling 咁對住你。我好夜晚嘅時候，我嘅內心世界就會不斷咁將每一個人、每一個我感受過嘅事情拼湊成一件可以發生嘅事情。OK。但係我係極度享受孤獨嘅，因為我點講呢？我喺台灣讀書，啲人都話最容易頭1-2年有鄉愁噶嘛，同埋因為嗰陣時我咁啱18-19年，咁大家知香港發生咩事㗎啦。嗰陣時就大家都好容易 emo 嘅時候，我係每4個月先至打一次電話翻屋企，然之後我爸媽會同我講話，如果我唔係見到你 Facebook 上面有更新，我都唔知你係咪死鬼咗咁嘅狀態。即係我可以係。嗰陣未興詐騙園區咋。我係去咗 KK 園。係啊，嗰陣未興咋。但係我 enjoy 嘅，我 enjoy 一個人可以去面對呢啲事情同埋處理呢啲事情嘅。endorse 孤獨幾型啊！而家你呢個 image 聽落，你又着全黑咁樣，我覺得係唔係貼翻我啱啱一開頭同你介紹嗰個 so call 女強 so call 嗰個？咦，
我有啲好 Q，我有冇講晒啲 Q？好似我 skip 咗，我去翻我先，因為我抄咗嘅嘢我冇講晒出嚟。我話我對你嘅印象係説話好得體，但係咧內容咧係不留情面嘅，跟住有一種帶有女強人嘅氣場，好似冇講到呢幾句，但係㗎，對我嚟講，你嘅孤獨或者係你嘅，即係我係點樣識你？我唔記得咗，我喺台灣，台北藝術節，台北藝術節，因為我哋一齊睇明日陽光燦爛。Yes，跟住傾，唔知點解有人識講廣東話，跟住我哋開始傾起嘅，嗯類似係咁樣。吧台嗰邊嘅時候。係，跟住開始傾起，跟住傾下，跟住有一次你去咗花東地區休息嘅時候，我哋再有見面再傾嘅。有係。我嘅印象就係咯，越傾嘅時候會越覺得你嘅 opinion 都好強，但係亦都不失你嘅氣度啊，或者係你做事上嘅同人相處上啦。即使你講人壞話，你都幾有情面嘅，我都覺得，即係你都幾留有餘地啊。即係 compliment 嚟㗎，所以我先覺得都雖然佢個人睇嘢 harsh，但係都相處得落，好 critical 呢個人，所以我諗你對自己都 critical 嘅。我有時同工作夥伴嘅形容係我個人道德感潔癖，即係係我會覺得啊。由做呢件事情有教育嘅責任。雖然呢件事情有時會造成自己頗大嘅消耗，但係我會覺得做 administrators 做藝術管理人，你係有教育嘅義務。嗰個教育唔係話我要説教嗰種教育，而係我哋處理緊成個生產產業、成個工業嘅運作，我哋可能幫忙推動呢件事情嘅運作嘅過程裡面，我哋有責任話俾每一個環節嘅人聽，你喺呢一個生態鏈裡面，你負擔嘅位置係乜嘢？而每一個人都要當呢件事情係一個 profession 嘅時候，人哋先至唔會講出嗰句藝術家係行乞嘅呢件事咯。你要知道你做緊一件 professional 嘅事情，人哋先至會 treat you as a professional。所以我有時我面我嗰個面係我會同藝術家講，我有 expectation， 而呢個 expectation 係我覺得大家攞得出嚟嘅，只係大家好成日會好易地放過自己嘅時候。但係我另外一個人，因為呢個係比較似係我嘅一個面向，但係我另外一個面向係我好三陪嘅。即係我啲藝術家會同我講，我係好陪伴型嘅人，即係你要突然間大夜晚同我打嚟，神哭鬼號去講你嘅情緒，講你好卡，好棘住晒，搞唔掂，講你嘅人生亦都棘住晒，搞唔掂，我聽嘅。即係阿 Vivian 製作人係有呢個，我會陪你喊嘅，係有熱線系統嘅。之後第二朝要面對人生嘅，但係。我會覺得每個人有過程，因為我自己嘅成長經歷裏面，因為好多時候一個人面對事情，我會好希望其他人同另外一個人表達佢有困難嘅時候，另外一個人至少可以聽，至少喺佢嘅角度俾少少意見佢，或者你可以試下係點。你呢段説話都提醒咗我，或者希望提醒到如果有聽嘅劇場朋友都係嘅，我哋係做緊一個，就算未達到，但係都係邁向緊美麗嘅產業或者工業嘅，無論係照顧工業、照顧自己，先至照顧社會咯。In my opinion，係你送翻俾你啊，原句你自己都其身不正嘅就喺照顧自己呢方面。其實係啊，但係其身不正嘅，即係有時我覺得要 everything is a balance 嘅，咁有啲事情你過分去推動自己去消磨自己嘅時候，其他人亦都會習慣性地唔負起自己嘅責任嘅時候，又會變成另外一件事啦。呢個亦都係我嘅功課。好，我哋 Take a 5今次嘅第一集就先去到呢度先啦。我哋翻嚟呢，預告一下陣間會 focus 更加多係講緊台灣嘅劇場同香港劇場嘅同與異啦，聽多啲Vivian 喺台灣呢幾年嘅看見是什麼。咁同埋亦都好緊要嘅就係可能了解下台灣同香港喺藝術民間嘅交流上，仲有啲咩可能性都可以由佢帶啲台灣嗰邊新鮮滾熱辣嘅觀點過嚟。咁我哋 Take a 5一陣間再見。